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糖厂——鸡仔头糖厂。以早咱台湾有三宝：茶米、糖甲樟脑。细汉的时，民间嘛流行一句话讲：第一戆食粉分芳，第二戆种甘蔗互会社帮。伫1952到1964年间，台湾糖的出口拢占外销出口的第一位，可见当时糖业的重要。阮囡仔时代，若要食甘蔗，就爱等坡冬。坡冬就表示有人要采甘蔗，阮就有机会偷腌甘蔗转来食。咱台湾的糖业有大规模的经营，甲大量的生产，是为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开始的。1901年，台湾总督府用100万的资金，点即阵江山北平的鸡仔头，成立全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糖厂。1902年8月，制糖会社的社长铃木丁三郎嘛为日本运来一尊观音像，彩点事务所边仔，祈求糖厂平安甲顺利。经过100多冬啊，这座观音像也是鸡仔头糖厂真重要的一部分。1903年，鸡仔头糖厂开始铺轻便车路，请头是用牛拖甘蔗，4年后就铺设专门载运甘蔗的铁基路，这就是台湾5分铁基路的起头。好的起头造成台湾糖业的大发展，累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，嘛促成后来高雄港市的发展。鸡仔头糖厂虽然已经伫1999年停止生产，但是2006年伫遐有建立亚洲第一个糖业博物馆。有机会去高雄，会记得坐高雄捷运去遐行一逝，保证你袂白行的啦。作者陈宪国。